国际上要紧来关心沙特阿拉伯嘅卖家伫咧10时展开宵禁仪式，不过当地高温超过51度，地区上千位去朝圣嘅穆斯林热死，其中上侪是来自埃及，有658人，而且有630人是无登记要去朝圣嘅，所以就袂当入去有冷气嘅棚内底休凉。要来朝觐的民众，为人野火线，条瓦顶有水管喷水降温。大家拢用各种方式，就是希望卖脱水着山，因为沙特阿拉伯伊斯兰圣城麦加温度升悬到超过51度，或者是开始的朝觐仪式，有来自10个国家的参加者，超过1000人，因为挡袂了这么热的天气热死，而且死亡人数恐惊也会增加。الحمد لله الذي رزقنا الحج وربنا يكتبها لجميع المسلمين يا رب ان شاء الله. بالنسبه للحر احنا بنتغلب عليه بالميه معانا والعصاير عشان الحر والجفاف ونحمد الله الذي هدانا لهذا. 有的人一直啉水提醒热风，也有工作人员一直替大家喷水降温。被热死的人内面是以埃及658人上多，其中630人并无正式登记，所以无法度伫咧有空调的布棚内面休困。埃及总统下令做危机小组，对这边死亡事件，包括非法安排行程的旅行业者，甲人等的无管的行为进行调查。朝觐是穆斯林的5公之一，身体若健全的穆斯林，一世人规定至少要去麦加朝觐一遍。朝觐的时间是照伊斯兰的阴历来决定。今年正拄好是山谷天气上热的热天，学者警告讲，若是无采取行动，以后朝圣的时间，若是佫拄好是热天，将会真危险。But at the same time, we must do climate action to stop the global warming at 1.5 degrees centigrade. At anything beyond that, I mean, we are putting those pilgrims at the risk of death. 这几年来去麦加朝圣发生过几多变灾难？最近的一遍是2015年，迄当阵用石头公司魔鬼的仪式期间，发生人打人的吞塔事件，造成2300人死亡。公司新闻郑伟林编写。